台南市海淀国小学生一个摕起画笔，将各种类型的沙尾仔彩画伫河堤边啊。我画的是台湾泥蟹，因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它是在泥土里面，觉得很特别。画的时候，旁边的阿姨有给我看照片，照片上面有灰色、蓝色跟绿色。湖边馆招潮就是它的特征，就有螯是一大一小的，螯会跟身体是一样大的，但是那个因为没有位置可以画，所以我画的螯会比较小。我发现我的那个位置会有很大的太阳，所以我就帮我的湖边馆招潮加上了墨镜。学生透过实地调查，发现校门前有湖边馆招潮、印度刁蛮蟹、台湾泥蟹、近亲拟象手蟹以及凶狠圆轴蟹。经过1个月的时间，总算画了40只沙尾仔。学以致用共同来奉献所学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小学生的这个 USR 的这种行动当讲透过流域专题研究的这种小论文的研究来倡议来彩绘这个河体的生态。这项行动也得到水利署的支持。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特别伫学期结束进前，将小台江彩绘河体来发表。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等公部门代表也到场，予学生鼓励肯定。小朋友都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把它画出来。那小朋友也有倡议了一个公车站牌的这个形态那我们希望可以早日来完成。这条河堤彩绘以谢谢你回来为主题，希望所有民众到阵来山海镇国家里的散步，到阵来守护河川。台南市苗春怀采访报道。